嗨，我係張弛，今日為大家講解下央視春晚姜昆老師嘅相聲《歡樂方言》裏邊有關廣東話嘅一啲誤區。首先佢成個相聲裏邊都話廣東話點樣點樣點樣。其實按照專業角度嚟講，喺大雅之堂係應該用翻佢嘅專業學術上嘅稱呼，叫做粵語，唔叫廣東話。廣東話呢個概念咧係香港民間對所使用方言嘅一個稱呼，但係學術上嚟講應該叫做粵語，因為廣東話呢個概念太大啦，佢包含咗粵語、客家話、潮汕話、雷州話等等，所以大雅之堂應該叫做粵語。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姜昆老師就話廣東話咧係有6聲9音，呢個係一個錯誤嚟嘅，標準係叫做9聲6調。9聲係指粵語有9個聲調，其中6個係長音，3個係短音，加埋就係9聲。咁6調又係指咩呢？就係指6個調值，因為3個短音佢嘅調值分別係同6個長音裏邊嘅第1聲、第3聲、第6聲嘅調值係一樣嘅，所以9個聲裏邊只有6個調值，叫做9聲6調。大家要知道呢個概念。第二個呢，有一個錯誤嘅誤區就係話粵語係保留咗普通話所遺失咗嘅古漢語嘅化石，叫做入音。呢個講法又唔啱，應該叫做入聲。入聲入聲嘅特點就係短促，短就係入聲嘅特點。佢就舉咗個例子，佢話1、2嘅2，佢話2係入音，呢個係錯嘅。其實1先至係入聲。大家聽下1呢個字發音嘅時候好短㗎，一呢個叫做入聲，係短促音嚟嘅。2呢係一個長音，佢唔係入音嚟㗎。我舉個例子好似我哋李清照嘅聲聲慢，沉沉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呢個就係叫做短促音，就係入聲。大家要知道。跟住有一個誤區就係話粵語呢33係閉口音、閉唇音，呢個講法係冇錯，但係喺全廣東有一個城市，佢哋使用嘅粵語呢33唔係閉唇音嚟嘅，係開口音，佢哋係讀山實山，係邊度呢？就係韶關市區。韶關市區嘅粵語係冇閉口音嘅，所以呢個概念呢要同大家普及下。跟住仲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誤區佢話香港嘅香，佢話呢個叫做氣音香。當時我睇完之後覺得呢個真係要同大家糾正下，呢個唔叫氣音，呢個叫做高降調。因為香港嘅香呢係粵語嘅第1聲叫做陰平調，粵語第1聲嘅字陰平調嘅字係有2個聲調嘅，一個叫做高平調，譬如燒香呢個係高平調，而高降調呢就係香港、香氣、香水。喺發呢個香字嘅時候，佢尾部嘅韻母要降落去，呢個叫高降調。喺我一個置頂嘅視頻有詳細講解高平調同高降調，而高降調呢係廣州西關一帶嘅粵語嘅特點。而西關呢喺民國時期係成個粵港澳經濟最強嘅一個位置之一，所以喺清朝末年到民國嘅時候，咁西關嘅粵語呢就變咗成個粵港澳地區嘅標準音啦。因此喺發香港嘅時候係應該用西關嘅高降調發音嘅。但係西關人士呢，佢哋喺講燒香拜佛嘅香嘅時候呢，佢係唔會變成高降調㗎，一定係用翻高平調嘅發音。燒香，但係講好香嘅時候呢，佢係會用翻高降調。所以呢2個用法呢係唔可以撈亂嘅。記住，唔係氣音，係高平調同高降調。如果想學標準嘅粵語聲母韻母調值，
包括粵語嘅歷史嘅話，記得關注我嘅帳號張弛有道粵語讀詩。多謝。